原來好多人都唔知，如果女士你食緊口服避孕藥，搭長途飛機，記得每1至2個鐘頭就起身活動一下隻腳，避免血栓塞形成，否則你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嘅。咩叫血栓塞呢？血栓塞就係我哋嘅血液喺血管入邊咧凝固咗，而且啲微小嘅血塊佢可能堵塞咗你嘅靜脈。咁如果佢喺小腿嗰度呢，就係我哋常見嘅靜脈曲張啦。咁佢可以隨住血液循環系統被佢去咗你嘅腸胃嗰度呢，咁就可能變成你會腸胃痛啦、肚痛啦，又或者最大嘅風險呢，就係佢一啲比較大嘅血塊去到肺嗰度塞住咗，咁你就有肺栓塞，咁你可能就會有生命危險啦。咁點解食避孕藥嘅女士要特別留意呢？原來避孕藥入邊呢係一啲雌性嘅荷爾蒙，佢會令我哋嘅肝臟呢製造更加多嘅凝血因子。可能你食避孕藥係for避孕啦，又或者係一啲更年期嘅荷爾蒙嘅激素嘅治療。呢啲長期服用避孕藥嘅人呢，係比較容易啲血結啲嘅。加埋你搭長途飛機，即係4至6個鐘頭以上嘅飛機嘅時候，你長期坐喺度啦，隻腳又屈住唔喐啦，又驚去廁所飲水啦，係有機會形成一啲血栓塞喺個腿部嗰度嘅。咁除咗食口服避孕藥嘅女士之外，有咩人容易有咁嘅風險呢？第一，肥胖啦，好肥嘅人啦，年紀越大嘅長者啦，多過60歲以上啦，又或者你家族度有人試過有呢個血栓塞嘅病史，亦都或者加埋你吸煙，同埋譬如你下半身做過手術，其實男士都有呢個風險嘅。咁點樣去避免呢件事呢？就係第一，搭飛機期間每1至2個鐘頭起身活動一下，喐下，其實按腳都係可以嘅。第二樣嘢，飲多啲水，唔好驚去廁所，保持咧水分及時入去廁所咧，血液嘅流動咧，亦都會減少咗栓塞嘅形成。第三咧，如果搭長途飛機，建議咧可以着翻一啲醫學用嘅壓力襪壓住隻腳，咁你咪促進個血液循環流翻去個心臟嗰度咯。OK，咁啊，最後祝大家復活節愉快啦！我哋英國見。